好啦，又到咗最後一集嘅 HKFTV 嘅搶救中文科啦喎，好歡迎各位同學繼續收聽。咁呢一份卷咧就講卷5綜合能力嘅喎。咁好多同學可能唔知呢一份卷究竟係要點做咧。咁其實呢一份卷個形式咧就好似一件事件咁樣，考生咧係當中嘅一個角色，要完成一項任務嘅喎。嗱，首先咧仍然係聆聽嘅部分啦。卷5呢份卷都有聆聽嘅部分㗎。無論頭先你做聆聽嗰份卷表現如何咧，嚟到呢度，你都要即刻咧收拾你嘅心情，繼續做呢份卷嘅聆聽部分啦。嗱，閱覽卷5試題嘅時間咧，亦都係只係得2分鐘嘅啫。呢2分鐘入面，考生要即刻咧係睇下試卷賦予你嘅角色同埋工作係乜嘢，揾清楚呢份試卷嘅主題，對陣間要聽乜嘢有個大概嘅印象。切忌喺呢個時候嘥時間細閱每一項嘅資料，至多睇下個標題，一頭一尾咁就好啦。嗱，錄音播放嘅時候咧，同學盡量喺俾你做草稿嘅空白位置咧，記得一啲嘅重點啦。要記住，亦都係用最快而自己睇得明嘅文字啊、符號或者圖表咧，要記錄到最多嘅內容啦。絕對唔需要完整嘅句子，因為咧錄音又係一直會播放喎，唔會等你噶。嗱，有啲有用嘅資料咧，亦都只係會喺聆聽錄音入面出現，而印製俾你嘅資料咧係冇嘅喎。咁所以同學千祈唔好以為咧印俾你嘅資料咧可以抄錄所需，就對錄音咧係掉以輕心啦。咁當然聆聽錄音同埋印製嘅資料咧，同時都會有一啲唔合用嘅內容，就係啲所謂嘅沙石啦。但喺錄音播放嘅時候咧，你嘅腦袋係冇時間去分析邊啲資料有用，邊啲資料係冇用嘅喎，只係適宜盡量摘錄，喺陣間作答嘅時候先至篩選嘅啫。嗱，作答嘅時候咧，必須要小心審題，清楚理解你要做啲乜嘢。選材嘅時候，聆聽嘅內容當然唔可以忽略啦。各項材料一定係有無關痛癢嘅沙石擾亂你嘅視線嘅喎。同閱讀理解唔同啦，資料嘅內容更加唔需要逐個字去細讀，要高速去睇，揾到邊部分有用嘅資料咧，就即刻做記錄啦。咁然之後咧就做綜合整理嘅工作啦，唔使照抄噶。嗱，綜合能力咧呢份卷咧都係要求同學咧係作一篇文章嘅，咁但係呢一篇文章咧就係實用文，咁唔同於寫作嗰份卷啦。實用文咧最緊要係清楚易明、文句通順同埋有效表達全意，唔需要太講究優美嘅字詞嘅喎。嗱，寫作實用文嘅時候咧要必須注意個格式嘅喎，例如公函咧就要有上下款啦，亦都要有日期啊咁樣。如果要你寫建議書咧，咁入面係需要有一啲嘅小標題啦，又或者係最後有一個有效嘅建議寫到出嚟啦。咁如果要大家寫會議記錄嘅話咧，格式係好細碎、好零碎嘅，咁記住唔好忽略每一項嘅格式啦喎。嗱，咁如果要你哋寫一篇評論嘅話咧，咁最緊要咧係寫到有力嘅論點、論證同埋論據啦。如果係一篇演講詞嘅話咧，咁最重要咧就係開頭個稱呼啦。咁呢個上款咧就係嗰個稱呼，由職位同埋嗰個人物嘅重要性大到細咁樣稱呼，例如校長先到老師先到同學啦。咁如果要大家寫一篇投訴信嘅話咧，咁除咗記敘一件事情之外咧，嗱，記敘錄要素咧要清楚交代喎。咁然之後咧就要寫要求人哋點樣跟進啦，或者可以俾個建議人都得啦。嗱，寫投訴信咧，如果記敘錄要素忽略咗咧，人哋就無從跟進你噶咯喎。大家仲記唔記得邊啲係記敘錄要素咧？就係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同埋結果啊嘛。嗱，寫作實用文嘅時候咧，同學亦都需要注意態度啦、禮貌同埋用詞語氣嘅喎，必須要切合文章入面你嘅身份啊。例如雖然叫你寫一篇投訴信，但你都唔可以惡狠狠咁樣鬧人嘅喎。咁同建議書一樣，最緊要嘅就係要求對方跟進同埋俾翻一個建議人哋啦。咁話到俾人哋聽，下次點樣可以做得好啲，避免下一位顧客咧係受到一啲嘅傷害。咁呢個就係上品嘅文章啦。嗱，標題咧需唔需要咧？咁其實咧就唔一定要有嘅，但係如果有嘅話咧，就必須要符合到題目嘅主旨同埋內容喎。如果你冇信心寫得出一個好嘅標題咧，唔寫都可以㗎。嗱，最後咧就同大家講下綜合能力呢份卷嘅評分準則啦喎。咁其實主要有4個類別嘅。第一就係見解論證啦。咁呢方面咧就比較着重內容嘅。
必須要符合題目嘅主旨啦，作出分析嘅論證，提出有效獨到嘅個人見解。第二咧就係語境意識啦，咁必須符合你自己喺文章入面呢件事件入面同埋你嘅讀者嘅特定嘅對象啦，呼應到條題目。最緊要咧就係格式恰當，亦都要注意用詞同埋個語氣喎。第三咧就係整合拓展啦。點樣為之整合拓展啊？整合就要選材適當啦，加以組織，亦都要編排你嘅材料咧係有次序嘅，輕重長略亦都要適宜嘅喎。咁最後一項咧就係表達組織啦。咁就係考大家嘅組織結構嘅能力啦，用詞要準確啦，文句要通順，最重要就係有效傳意。咁至於字體同標點咧，亦都包括喺呢一方面嘅評分要點入面嘅喎。嗱，最後咧就提醒翻同學啦，咁咧寫實用文嘅時候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講求有效傳意啦，文句通順，用詞準確咁樣啦，就唔需要太講究一啲優美嘅文字喎。嗱，例如寫建議書咁樣啦，最緊要咧就係簡明啦、扼要啦、長略恰當啦。分析咧有根據，同埋俾人睇到咧具體明白，同埋個可行性係有喺度嘅，即係唔好天馬行空俾一個人哋都做唔到嘅建議啊嘛。嗱，首尾呼應咧都好緊要嘅喎，咁呢個咧就可以顯示出你一篇文章係結構嚴密噶嘛。例如寫建議書咁樣啦，咁喺結尾嗰度咧，你可以再次肯定你俾出嚟嗰個建議嘅價值啦，咁同埋咧係盼望嗰個建議嘅效果咧會出到嚟，可以有效執行咁樣啊嘛。嗱，最後咧就衷心多謝大家支持 HKF TV 搶救中文科呢個節目啦。咁我哋點解要製作呢個節目咧？就係想喺有限嘅時間入面，盡量可以幫到各位同學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科，同大家分享一下應試心得嘅啫，貫徹我哋 HKF TV 嘅良心精神。咁如果有咩地方咧做得不足嘅話咧，請大家咧係多多包涵喎。好，最後祝各位同學咧考試順利成功。